Hello， 是不是他要下来啊？上去了，没有一会儿他不会下来。我进去看看，下不来。芙蓉，芙蓉，他這個聲音是幹嘛的？哎又同你講呢啲話。有啲唔舒服啊，可能。哎呦。哦。誒，見到個白腳趾頭先。頭先佢喐一下嗰陣時咧，見到白腳趾。佢好中意爬樹喎嚇。係啊，佢中意爬樹，棵樹好大喎。係咯，咁高佢都爬得上去。啱翻嚟嗰陣都係。嚇？爬上樹嗰度，然後去到唔捨得落嚟。係啊。啊，奧地利嗰度有冇咁高嘅樹嘅咧？有唔少。好嗰種咪〜